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嚟咗禮拜四幕後，突然提到了關注係川普鬧普京兩個人見到面咧，我年代話到當從有一場高峰會，從以上變做風炮，做乜嘢樣？對節目地圖，這個繞場度軍事太好，國際事務學站的副站長王奎博王教授嚟到節目現場。王教授您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聚焦國際節目的現場。那我這兩天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幾個有趣的事實。第一個是剛才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我帶着觀眾看，早上才剛出刊的《Time》，它的封面寫着 "The Summit Crisis"， 高峰會變成是儼然的一場危機。那我看到美國最近有幾個媒體在講，這幾天在韋氏字典的網絡版最熱門的這個關鍵字的搜尋是 "Treason"， 是叛國賊。那我們就要來討論這件事情哈。其實川普最近一系列的跟了這麼多的國家元首見面，上一次我們看到他跟這個金正恩見面之後，哇，讚譽有加，大家還在那邊起哄說，哦，有可能要提名諾貝爾和平獎。那為什麼一樣是跟這個之前美國這麼重要的敵人跟普廷見面之後，整個大轉彎？那其中有一個關鍵，或許跟這個川普的發言有關。那待會我們會來看一下，為什麼他的發言會有180度轉變。總體想先請這個黃教授，你怎麼看待為什麼一場高峰會變成了一場危機？很好玩的就是說，這個高峰會到底該不該舉行？其實，在普京跟川普見面的時候，在美國已經有很多的爭議了。為什麼？因為很多的美國的媒體，甚至據說有些美國官員啊，他們都覺得川普還沒有準備好，或者美國政府還沒有準備好，因為他們要談什麼？他們要談核武裁減。核武裁減不是說今天我刪掉3枚就刪掉3枚啊，包括後面的查驗，還有後面繼續的製造，還有像這個負責研發核武人員是不是要轉移到其他非核武的領域等等，很多一系列的事情，不是說一句話就好。所以就像美國跟北韓一樣嘛，說要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但這個過程其實是很長的。那另外還有他們要談一些像什麼兩邊貿易的問題啊，當然一定會談到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拿來針對以前的蘇聯，現在是俄羅斯的這個西歐國家為主，但是包括美國跟加拿大的一個集體防衛的體系，所以這種問題顯然川普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這個領袖還沒有達成協議的時候，他就跑去跟普京會談了。所以為什麼這個歐洲有些國家都希望他不要談？因為川普他不知道會講出什麼東西來，萬一達成的結論是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違背的怎麼辦？是，所以其實看起來第一點就是說，川普好像還沒有準備好。那另外一點，這個高峰會為什麼變成一個危機？當然就是剛才主持人您講到，川普在會上對於普京是讚譽有加，而且。老師講到的這個讚譽有加，或許觀眾朋友沒有跟我們一樣收看過這場記者會，我們就在節目裡面，我們再來聽一次，當着普丁總統的面前，那時候川普怎麼講的。Dan Coates came to me and some others. They said they think it's Russia. I have President Putin. He just said it's not Russia. I will say this: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it would be, but I really do want to see the server. So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my intelligence people, but I will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Putin was extremely strong and powerful in his denial today. 我跟觀眾朋友補充一下，其實在這個川普回答之前，大家關注的就是是不是俄羅斯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有介入。那美國總統川普自己在回答記者問題，在普廷的前面，他說：“哦，他就在我旁邊啊。”普廷說他沒有介入，然後我選擇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的情報系統跟我講的內容。那另外，這是在當下在赫爾辛基的發言，可是短短24小時之後，川普回到美國，整個局勢變了。他發現好像苗頭不對，他又說了下面這段話。And a key sentence in my remarks, I said the word would instead of wouldn't. The sentence should have been, 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it wouldn't be Russia. Sort of a double negative. Accept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conclusion that Russia's meddling in the 2016 election took place.
一样是美国总统，一样是川普，可是前后的发言简直就是180度的大转变。那老师是他察觉到风向不对吗？那他难道在事前不会意识到说前面那段话的严重性在哪里吗？其实，如果我们刚刚看了2段的对话是不是川普2段谈话，你看他第一段跟普丁总统站在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整个表情，他的整个的语气的这个发展，都是顺着俄罗斯的。他并没有是好像有点在质疑，甚至不同意普丁的角度。是，他都说他已经普丁总统跟我讲说他没有做，他很强烈的否定俄罗斯没有做，我相信他。有点像是this is my body, I believe him。我相信他了，所以我的人跟我讲的不对的，所以他第2次出来否定他之前讲的话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如果他在那一个第一个片段的当下，然后讲了说。我看不出理由为什么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俄罗斯。是。那请问在那当下气氛是不是就凝结了？然后2个人还谈得下去吗？2个还可以有公开的这个联合记者会吗？所以我觉得以川普的当时的整个的这个氛围，还有他讲话的前后句来讲，他在现场第一段画面，他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俄罗斯，只是因为他回来被美国的媒体，甚至包括党内的同仁。是都已经重炮轰击了。那我们也看到，包括最挺川普的美国的福斯电视台啊，他在美国也是非常极端的一个电视台，他都对川普这样言论表达了不满。所以我觉得，以不轻易道歉，而且呢不会轻易改口的川普，他为什么24小时要改口了？一定是有这些媒体还有党内同仁的压力。那但是我也不排除比较认真负责敢言的情报官员，他跟川普讲说：“总统先生，证据非常的明确。虽然说您不能把证据摊在阳光下，但是呢，您必须要相信我们给你的证据。”那川普可能也受到，如果有这样敢言的官员，那我觉得川普也会受到来自官僚系统的压力，因为我们发现川普不太喜欢官僚系统，可是呢，当官僚系统反扑，甚至对川普的一些弱点提出质疑，而且这个质疑是于法有据的时候，我觉得川普他自己也会想，我得罪了情报部门，那万一我的档案、我的一些所谓的黑资料好了，真的被情报部门起出来了，那我这总统做不做得下去？所以我们其实一直看到美国总统他在历来他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有一点点很微妙的关系。但是他开除了前 FBI 的局长。对，这个是大家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一个商业公司，商业公司里面 ，CEO 一个总裁可以这样做，把一个高阶部门主管去掉，但是在美国政府里面，几乎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因为这些高阶情报主管如果手上握有总统的一些资料，他随时可以反扑的。那所以我们可以讲，川普到底是很干净吗？还是说川普其实是一开始是把他自己当成商业公司老板？我觉得是后者啦。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到情报部门，其实美国政府对他是有所忌惮，他会比较小心处理情报部门给他的一些意见。问题是我们回到现在川普所担任的这个角色上面，他身为美国的总统，那正如我一开始有一点半开玩笑讲说，现在在韦氏字典最热门的关键字变成是 treason， 川普的行为有构成叛国吗？叛国其实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很清楚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必须要对美国发动了战争，从美国内部发动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他要跟美国的敌人合作。那美国的敌人是谁？根据目前美国政府所有对外的宣布来讲，俄罗斯只是跟美国关系不好，他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敌人像以前的什么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更早之前的北韩。但是呢，美国到底有没有公开的说这些国家就是我的敌人？其实相对是少的，甚至呢，就算我把它叫成邪恶轴心好了，像小布希的时候，邪恶轴心是不是我敌人？他们很邪恶，但我就让他们邪恶嘛。所以其实这个美国的敌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政治的定义。好，所以川普如果是俄罗斯，他不是美国的敌人，至少美国政府没有公开宣布。那川普对俄罗斯的任何的给予的好处等等的，美国人说他贱美媚俄，对，可以这样讲。可是呢，如果就法论法
我个人会认为，其实川普不会构成叛国罪，因为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嘛，所以他对俄罗斯就算是谄媚好了，就算是贱卖美国好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因为就法论法，其实他并没有对美国的敌人进行任何支持的动作。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一场高峰会，究竟这场高峰会，如果如这个老师所说的，其实川普好像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举行过了，他实质的意义是什么？谁会是这一场峰会的受益者？或者是说，如果美国人不能认同他贱美媚俄，对普廷示好，究竟美国的国家利益损失了什么？其实我们看的这场高峰会的举办啊，很可能是川普他想要利用他到欧洲访问的时候，他就要跟世界的超级强国的领导人见面。因为川普他其实很明显，他的展现出来的特质就是他是崇拜强者，追求权力。所以任何人只要有权力、有这个实力在啊，川普其实会欣赏他，而且会觉得说我跟你是同一党的、同一个档次的，应该这样讲。所以他跟俄罗斯普丁的高峰会，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心态下，因为在行政部门待过的都知道，如果今天主管他要做什么事情，而且真的是没有法律上说不行的时候，其实官僚系统能做的只能支持他，只能支撑他。当然，这个支撑的过程中，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消极的。好，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要这样进行高峰会，那美国官僚只好配合办理。但是办理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刚一开始讲了，他其实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之外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高峰会的过程，还有他的后续，我想美国官员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后坐力。那当然，这个放火的人，这个造成后坐力的人就是大老板自己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官僚系统没有办法避免，但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美国到底他这个高峰会的意义，其实就是在川普跟普丁两个上台做秀，但是没想到秀呢，川普把它做砸了。那普丁在那边呢，好整以暇，因为变成美国自己火烧到自己，内部又乱成一团。普京反而得到了川普亲口的保证说，俄国没有做这件事情。是，所以最大赢家当然是俄罗斯啦。但是实质意义是什么？说实在，我们从旁边看啊，还真的看不出来。在这边我们听到有一派的说法，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是阴谋论，就是或许在普丁的手上有川普的黑资料，或者是普丁确实有介入美国的大选。那问题是，大家要记得，当时参选的人是谁？就是川普自己。如果证实了那时候这场大选有疑虑的话，岂不是我这个总统位置要受到质疑？我可能这个位置坐不住。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第一时间我们听到川普会讲，他并不认为俄罗斯介入这场大选？实质上，他是把自己的利益、他的个人利益凌驾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问题是，身为美国的元首、美国的总统，他跟美国是切割得开的吗？元首跟国家之间啊，其实真的很难划分。尤其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国家利益啊，国家利益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随着不同的政治人物就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定义。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在1970年代，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森，是他的水门案件，如果各位知道的话，他就是派人到水门大厦里面放窃听器，是听这个当时的反对党就民主党他们开会的内容啊等等。后来发现整个火往上延烧，原来是总统下令，总统知道的。好，最后尼克森挡不住之后啊，只好黯然宣布下台。他在下台的记者会或下台的公开的发表里面，他也讲到了说，我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啊？每个不同的领导人就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川普他觉得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因为美国跟俄罗斯关系搞好了，对美国的利益好不好？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说，当然好啊，两大核子强国好不容易把关系平稳下来，不会这样子面对面吵来吵去，甚至不小心擦枪走火，这样子为什么不好？甚至有一说，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也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现在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就这一件事情来讲，它其实主要的对手是中国，所以与其把俄罗斯推向中国，让他们联合在一起，让他们的势力更庞大，还不如我先拉拢俄罗斯。这个说法我常常说，这个逻辑上成立的，但不一定是事实。因为我们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它的这个
国防的这个授权法案等等等，你都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被美国视为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所谓修正主义，修正谁？其实讲白了，有点这个美国当然有点霸道，讲白就是他修正了美国目前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是，所以它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些文件提到这个中国大陆啊、俄罗斯啊等等，都是对美国重大国家安全的挑战。所以其实美国不会说只有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他最主要敌人，俄罗斯好像就变成次要。我觉得他们两个在部分美国人士的心目中，其实他们的这个对美国敌对性是差不多的。所以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些美国人他们是支持美国对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但是不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那有些是支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要对北京要凶一点。是，所以其实刚才您的那个说法逻辑上是很 OK 啦，但是我会觉得说美国它其实，我所谓的美国是川普以外的这个重要的美国官员或国会议员，大部分的氛围是俄罗斯对我们美国是有害的，我们要小心应对。OK， 谢谢老师。上半场针对200嘅國防會用辦法變做安台風炮，討論安詳細分析。下半場難只焦點是加講到每種貿易戰難只主角中國。最近北戴河會議就係燒開咧，中國嘅趨勢重新就出現變化，兩萬變。先了解下，你們去找看。全國進到討論的現場，下半場嘅關注難只焦點是中國。其實不是只有今年，在以往的北戴河會議之前，我們都會聽到類似的傳聞。那今年從7月初，我們從這個媒體上看到，包括這個潑畫像事件，然後擊撤習近平的畫像，以及人民日報有好幾天竟然難得好像都沒有看到習近平的這個頭版新聞，甚至在北京有傳出暗夜槍響。是因為北戴河會議的關係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在這個時候會有好像中南海政局不穩的傳言？我們看這個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歷史其實這種所謂暗殺政變的傳言始終沒有斷過。是，只有在少數非常成平，就是已經所有大權真正在握的時候，譬如說鄧小平比較後期晚期的時候，或者江澤民大概在1990年代後期吧，是，大家會比較沒有這種所謂政變啊，或是權鬥啊，或者是暗殺的傳聞。其他其實這種傳聞在中國大陸一直沒有斷過。當然，我覺得這跟共產黨內部鬥爭的性質，還有他們沒有辦法真正法治化、民主化的原因很有關係。可是呢，我們也必須要說，就是說，確實有些時候是有些媒體，他們希望有些消息讓大家覺得這個今天新聞是很好讀的。好，那譬如說這種政變的消息，我覺得這馬上我們在這很吸睛啊，眼睛馬上就會盯到，北京是不是要政變了？是。但事實上，以這樣的跡象，就是說北京可能有政變，我覺得那個跳躍式的這個方式快了一點，尤其是像我們看到習近平19號他已經出訪了這些非洲國家等等的，所以一個常理的判斷就是說，如果習近平的權力不穩，他怎麼還會出訪那麼久？當然了，你可以說19到28，對，你可以說他玩空城計嘛。雖然說我心裡很虛，但我要給你裝的表面沒有事的關係。好，當然這也是一個可能，但是我們會用常理判斷，如果這樣子的話，他至少會縮短行程回來。好，甚至他就不去了，找個理由就不去了，但他還是去了。所以看起來這個政變的傳聞在這1、2天應該會慢慢的就消失下來了。如果回到他身上，我們在他第一任的時候，我們知道他上任就是打貪打老虎，然後維穩，希望這個社會局勢能夠穩定。其實打貪的成果我們都有看到啊，這麼多人中箭下馬。那是不是因為打貪讓他的維穩反而顯得好像不是這麼的穩定？今天有這樣的局面，會不會某種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這是一定的，而且我想，這個習近平他在進行這些所謂改革的時候心裡其實已經有準備了。因為你看他從把這些薄熙來從這個重慶市的市長的位置拉下來，然後呢，你看他甚至連軍方的大佬，
包括像这个徐才厚啊、郭伯雄啊等等的，一个一个把他以贪腐的名义拉下来，甚至连负责中央这个纪律的这个周永康是自己都把他抓下来，真正的大老虎。对，所以你看出来他真的是铁着心硬干。甚至我听过这个大陆朋友也讲过，习近平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据说他也说，这个不要以为说是自己人啊就可以掉以轻心。是，换句话说，他可能在暗示，就算是自己人，该办他也会办。当然，这自己人如果真的是很自己人，他办不办我是不知道了。但确实，他这个打贪反腐啊，在中国大陆造成了民意对他高度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政治势力的反扑的传闻也甚嚣尘上。我们其实看到了刚才我提到说，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高层政治人物都有什么暗杀政变等等的问题啊。确实，大家在大陆很多的人也都认为说，这些高层官员的关系不一定好，甚至相互提防。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不会找个办法弄个车祸啊，把我干掉啊等等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防卫的这个体系。是，所以像习近平他在今年初不只是把这个宪法修了，就是说他的作为所谓的国家主席的任期可以无限下去，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他把武警，以前武警是属于政府，是现在武警的管辖权、管制权到了党，到了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就可以用党总书记的身份直接去管辖武警，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发生像据说啦，薄熙来那时候可能要出事情的时候，他还想调动武警来保护他自己，因为武警归于政府管嘛。那重庆市政府有市政府的武警，那这样的话，中央难道是要派军队、解放军跟武警对干嘛？当然不是嘛。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把武警的这个统治权要收归党中央，二方面等于就是习近平他有了解放军之外，还有个武警，还有包括他的周边的这些禁卫啊。其实我觉得就让他的这个个人的安全更巩固。那为什么呢？当然可能就呼应到主持人刚刚讲的。确实有些人可能想要找习近平的麻烦，所以呢，干脆习近平就把自己的安全巩固更好，让别人难越雷池一步。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当然我们关注就是被牵动的两岸关系。那刚落幕的联席会，我们是不是能够依旧期待，在两岸关系某种程度在冷冻时期的现在，能有第三轨道的出现？包括说在野党，像是之前的新党以及这次的国民党，那他们是否能够扮演在政府之外沟通的角色？两岸关系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说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到了一个冰点。是啊，这个大陆确实还蛮多已读不回的。可是国内其他的政治势力，甚至我们不包括像商业势力啊等等的，对，可不可能作为这个两岸政府官员之间的传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困难，因为第一点，这个政治的这个第三势力，我们就讲，如果是国民党好了，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关系其实并不和睦，而且两边的互信其实非常的低，所以国民党就算穿梭在两岸之间，其实我相信民进党会认为说，其实这是为了国民党自己利益的，不是为了我民进党政府执政的。那如果商业团体，请问现在哪一个工商界大老板真的敢跳下来斡旋蓝绿之间的冲突？没有。那如果这个都不敢，谁还有办法去斡旋红绿，也就是共产党跟民进党之间的不信任？更加敏感，看起来没有。而且下来之后，说不定他在台湾就被扣个红帽子，这是中共的同路人。那所以工商大佬谁想要做这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第三方的这个势力当然很重要，可是从台湾看起来，或许目前是一个无解的状况。连战呢，虽然说他去了大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效果会比他2005年去的时候小很多，2004年的时候，04、05年的时候小很多。因为第一个，连战已经离开公职很久了；再来就是说，连战经过很多次的选战，包括他自己不选，但是国民党还在跟民进党竞选总统，包括马英九这些竞选的时候，连战已经被这个红漆啊泼得乱七八糟了。只要连战一出来，他几乎就是代表中共，是有些台湾的人民就这样想，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他其实个人的人格特质之一，据说是比较念旧，所以呢，连战对于两岸的破冰有功，在陈水扁时代他破冰有功，所以呢，中国大陆对连战也特别的礼遇，可是对于连战他可能发挥出来的影响力，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比较值得再考虑的，因为现在
台湾其实我常讲，已经缺乏一个真正的权威，可以让大多数的人至少可以去相信或是考虑他讲的话。台湾是个权威崩解的社会。其实刚才讲到，老师提到一件事情，习近平正在出访。那他这次出了是相隔27年第一次有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件事情受到关注之外，另外就是他要到好几个非洲国家，他会去塞内加尔、卢安达、南非，因为那边有一个金砖国家会议领导人的会晤。讲到非洲，我们就有点敏感。在冈比亚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只剩新名字叫史瓦蒂尼，只剩这样的一个邦交国。他这一次的出访有值得我们在外交上忧虑的地方吗？当然，大家最怕的就是说，非洲啊，现在只有一个国家是我们邦交国。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个王毅在前阵子讲说，希望在非洲可以见到所谓的全家福啊，大团圆？对，大团圆全家福。如果在台湾话，一定我们讲全垒打了，但大陆因为棒球不流行嘛，所以他讲全家福。其实他这样一讲出来啊，这个我相信，这个中共的外交官他会有很强的压力，因为负责史瓦蒂尼就史瓦济兰的这个官员或这个单位，现在全部的中共外交部就只看他们的表现，压力当然大，尤其是部长讲了，希望有全家福，大家都在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关系外交之下，你说这些人压力难道不大吗？尤其是长官交办的，下面一定努力做到。而且做到之后大功一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当然要小心。但是因为史瓦蒂尼现在他们国家很特殊，就是他们人口大概只有100万多一点，是不多，而且呢其实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王权时代，他的国王掌控一切，人民受的教育其实很低，所以只要国王他认为说他从我们这边获得的外交的承认，还有这些国际经济的援助，国王觉得说 OK 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史瓦蒂尼的关系相对是稳固了，但是还是不能排除，就是说，万一非洲其他的同侪跟在开会的时候跟史瓦蒂尼国王讲说，其实那就剩你了，对，就剩你了，大家你不能说这50个国家非洲国家或50几个都在那边袖手旁观，一定有些是帮北京当说客，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我觉得相对稳固了，老师，这是我好奇的地方。相对拉美还是相对梵蒂冈？其实大多数地方都会有问题，应该是说比较稳的，大概多数可能在南太吧。另外就是帛琉这2天表态的。帛琉其实不算表态，因为它其实是自己航空公司的问题比较多，它不是因为要支持我们，所以断掉跟香港的航空。但我们在台湾看到好像累的是他要支持我们，其实说不定是假新闻，说不定假新闻。对，哇，太棒了，今天时间。